你要敬畏耶和華你的神，侍奉他，專靠他，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。申命記10章20節。神時常以婚約嚟隱喻佢同子民嘅立約關係。神以忠實嘅愛嚟待人，視人為珍寶，但係人就唔似賢德嘅新婦，反而似一個不忠淫亂嘅妻子。專靠嘅希伯來動詞喺創世記2章22節翻譯為聯合，唔單止係黐埋一齊嘅意思，更加包含咗彼此忠貞。聖經話，男人要離開父母同妻子聯合，如同我哋要專靠神。喺婚姻嘅關係當中，意味住需要放低對其他人際關係嘅期待，專靠我嘅妻子。如果唔係，佢就唔能夠作我嘅幫助。同樣嘅，神唔能夠幫助我哋，除非我哋願意專靠他。喺人類墮落以前，神就定咗女人係幫助者嘅角色。同樣嘅，喺人類歷史上，神一向作人嘅幫助者。我哋應該要諗下，神要求女人成為幫助者，而要男人嚟依靠佢嘅幫助，而唔係調翻轉。講明人應該按照神俾女人嘅角色嚟建立彼此嘅關係。神指望我哋專靠他。如果你喺婚姻當中冇體驗過呢一種專靠嘅關係，又點樣能夠同神建立專靠嘅關係呢？我必使他們像極壞的無花果，壞得不可以吃。耶利米書29章17節。如果水果放喺雪櫃裏面唔記得咗食，就會漸漸腐爛發臭，只能夠即刻掉到垃圾桶。曾經咁好食嘅嘢，而家就令人感覺到嘔心。壞嘅希伯來字喺舊約只係出現過一次，用嚟描寫無花果腐爛到一個地步，連做肥料都唔得，只能夠抌咗去。神話要將以色列變成壞咗、爛咗、冇用啦。點解曾經係神眼中同人嘅以色列，如今會變成咗垃圾呢？係因為神原本要以色列成為君尊嘅祭司、聖潔嘅模範，但係佢哋不停咁拒絕順服神，以致最後佢哋對神一啲用處都冇，就漸漸腐爛壞啦。我哋亦都係一樣，唔連接喺葡萄樹，即係耶穌嘅身上，就會一步一步咁進入腐爛嘅過程。因為神將我哋設計成只有連接喺樹上面，生命先至能夠得以繼續。唔好以為長久誤讀神嘅話，唔親近神，依然可以過得正常生活。豈不知體內嘅微生物好快就會發酵，曾經美好嘅嘢瞬間就會變成垃圾。你今日係冇用壞咗嘅無花果，定係一直連接喺葡萄樹上面呢？